本集特別長，敬請小心。喺經歷咗無限次挑戰失敗嘅經歷之後，我決定先升爆星牌。喺經歷咗48小時嘅輪迴地獄之後，終於第二階段，終於都開始要拆副詞條啦。經過咗一番嘅努力之後，依家主角目前嘅面板盡可能都係暫時雙爆，而三華主詞條仲未拆到共鳴效率，咁啊暫時裝住先啦。而守望人呢，千祈唔好問我點解佢唔裝治療效果，我拆咗40幾個鐘，佢都唔出，咁我可以點啫？好啦，而家開始，你先係挑戰者。咁好啦，我左邊用咗主角，咁右邊用咩呢？冇錯，暫時只可以用呢隻奇離怪。我唔係唔想，但真係唔係好想。點都好啦，望一望羚羊嘅配置先。主詞條最理想嘅都係補擊優先，咁跟住就係共鳴效率。咁畢竟佢共鳴效率要到140或以上先係一個比較好嘅循環嚟嘅。而奶媽方面唔使諗噶啦，一定係治療效果。都係嗰句，插唔到冇辦法。而泱泱最理想嘅套裝一定係共鳴效率。但點解我會用風屬性套裝？就係因為日後我都需要去幫手去打少少嘅傷害。咁依家我反而覺得，其實我先係挑戰者。好啦，依家終於嚟到呢一度，左邊嘅配對方面一定係主角、守望人以及三華。喺頭一層，我會嘗試淨係用主角一個通關。目前經歷過我無數次嘅嘗試之後，我發覺左邊只可以打到8粒星，而右邊個塔我嘅分配係羚羊、泱泱同埋奶媽。
baby, going forward, like you, so MLG Pro, the sword's made of diamonds, so come at me, bro. Training in your room under the torchlight on that phone to get you ready for the big fight. Every single day. 好啦，從結果上嚟講，我係打唔過啊。依家目前當務之急係盡量將自己嘅等級升到50呢，咁先至有可能。喺最後俾大家望一望我目前嘅配置。另外想問各位，如果喺最後你呢把5星武器，你會揀乜嘢呢？下面話俾我知啦。我哋下集再見。另外，如果我 fans 數目可以達到100個人，無論我挑戰成功或者失敗，我都會將個帳號送俾其中一位 fans，仲唔快啲分享出去，可以免費攞到一個多食嘅帳號喎。